魚子醬。以前嘅魚子醬主要係出自呢個俄羅斯同埋伊朗。魚子咧就係呢個沉溶魚嘅魚春，食嘅時候通常攞啲冰嚟凍住佢，揭翻佢嘅新鮮程度。買嘅時候通常俾條匙你啦，同埋一隻用瓷做嘅匙羹。鐵嘅匙羹會令到魚子比較腥嘅。魚子醬係以前啲西方皇室先可以食。食魚子醬通常有幾種配搭嘅方法食。而家就開咗罐魚子醬先。呢罐咧就係中國大陸出產嘅。而家大陸出產係比其他國家更加多。睇下佢哋嘅質素。呢款出國嘅15年裝，顏色都幾好，魚子都幾大粒，都差唔多有3mm。食魚子醬通常都係呢兩種方法多。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把魚子醬放喺手嘅虎口位度，等手嘅熱力將魚子醬嘅味道慢慢揮發出嚟，最直接試到魚子醬嘅味道。第二種方法就係買啲梳打餅啦，然後就可以擠啲 cream 喺面嗰度，再放上魚子醬。冇 cream 就直接放上梳打餅嘅上邊都得。食落去又比較乾淨啲啦，同埋容易啲食啦。呢款嘅魚子醬都唔錯，性價比俄羅斯平好多咯，大家都可以試一下。